大家好，而家講下中醫氣鬱質。氣鬱質就係氣機鬱滯、情緒容易不暢嘅體質，常見喺壓力大、情緒波動嘅人。氣鬱質嘅主要症狀包括情緒抑鬱、容易嘆氣或發脾氣、胸脅脹悶、起態式。女性月經不調、睡眠質素差、性格多敏感多疑。日常注意同調養。情緒管理最重要，多傾訴、聽音樂、交友散心，避免壓抑。香港健康管理中心推出的理氣方劑顆粒就直接針對氣鬱體質人士，疏肝解鬱、合歡皮疏肝解鬱、乳鬱金、白芍合用，疏養並用，使肝氣調達，肝血得養，氣血調和，白益氣健脾，以防肝木克犯脾土。運動適合舒展身心，例如瑜伽、舞蹈、登山。氣鬱質長期影響心情同睡眠，保持開朗同運動可以疏肝解鬱。建議諮詢中醫，早啲調暢氣機。感謝收看。